石頭西瓜170磅跳上去都唔爛啊！我150斤站都搞不动啊！那证明跨不了，跨不了。站上没關係，站了就沒啊，跳都沒事，對吧？跳都跨不了啊，跳都不會壞了。咁高掟落地都唔爛，係咪西瓜嚟㗎？啊，就是皮，皮太厚，非常厚是吧？啊，皮就是太厚了。啊，皮厚又唔多汁，又酸又澀，冇人肯買啦。有果農俾呢批石頭西瓜搞到血本無歸啊，懷疑買咗假種子咯。一個是呢，可能懷疑它不是早家8424這個品種，對，早家8424生長的是一個圓形的果實，地裏面很多就是說有長形的，有些呢是畸形的。而喺西安，果農就被踢爆用膨大劑谷大奇異果，周志遠奇異果佔內地產量80%㗎，當地90%果農都用膨大劑，令原本100克嘅奇異果幾乎重多1倍啊！